台南桂林的文书工作者伫桂林和关庙的交界，发现到真侪粗废片啊，甲汤老药为止。文化局会同地方人士做伙去到现场会勘，表示讲这个所在爱先列车追踪，要求地主暂时袂当动工，听候进一步调查。 关庙宝东桥边仔的土堆，详细看会发现，这四界拢是粗废的碎片，而且数量真侪。地方人士认为，出土的粗废片拢是清代制糖用的糖漏，地主怀疑是互人乌白等伫遮。这是原早已经过来10档啊，6至10档啊，较叫这药野药，人要车土角的，较叫来遮囤的啦。 到底是本地的暗伫土内底，也是人摕来等伫遮发现这堆汤漏的起细盒？其实伫附近的顶哪佫发现一个窑。所以这很清楚，这拢是这堆地起的，所以有可能这嘛是窑口，还是讲送入口，还有排气通风口，那就是窑的一个遗构。 根据卢泰康教授，我请伊来会勘呐，伊看到就讲，这有可能台湾目前唯一仅存的糖肉窑、瓦肉窑。 起细盒是在地人，嘛是退休老师。伊讲，伊其实伫20几年前就发现这个所在，因为藏伫顶哪内底拢无公开，是最近看到怪手咧整地，废仔片拢出土啊，伊才赶紧请人通报文化局来勘查。现场的民代退休老师拢希望会当维护甲保留。确实有一寡迄个陶类迄个残片，这个部分加上有发现过去属于迄个人为的构造物，就是开始叫做造口的这种形貌的物件，啊，阮的慎重起见，我们就做一个列车追踪的这样的决定。 其实桂林地区正前捌发现13窑遗迹，煞豆豆啊消息，即摆佫发现新的文化遗迹，表示桂林地区会当连接台湾的制糖产业历史。文资处表示，会向文化部争取经费，进一步调查，请地主伫1档内暂时莫开发。记者邓家文来为做台南报道。